动物在饲？有啊，我们这个是目前全台湾最疗愈系宠物，就是白瓜牛。对，当饲2年哦，嘿，我们会花个叫大只，我的拳头般大小，160克。主人希望，它的年岁就是6年。2年高对啊，再来交配太多次，它也会精尽人亡。不是我迄种，伊不是雌雄同体，家己拍就好啊。没事。等者，我即摆听有啊，我即摆是三无讲这面那生，所以讲伊即摆连伊用做查甫的，连伊嘛当做查某的，啊，不过伊无法度，拢有互相给予，伊无法度家己，所以伊无法度家己扶家己，无法度，你看有无？安尼哦，所以嘛是安两个，那摸来摸去，摸来摸去，安尼。好痒哦，好痒啊！你那哦，这，伊咧啊。